球10幾個城市與全球行動日黃絲帶行動，喺各個城市同步聲援香港嘅學生，以罷課不罷學嘅形式去爭取香港嘅真普選。我哋今日站出嚟，係要俾香港嘅學生知道，佢哋並非孤立。我哋喺海外，每一個關心香港發展嘅個人同埋全各界嘅團體，將會堅決同佢哋站在一起，支持佢哋以公民抗命嘅形式去爭取真普選，重奪屬於香港人嘅公民廣場，亦都重新掌握香港嘅未來。正如學聯周永康講過，我哋唔係因為見到希望先至堅持，我哋係因為堅持，然後先至睇到希望。而喺9月22號開始，香港嘅學生懷住赤子之心，以公民抗命罷課嘅形式去表達佢哋勇於承擔香港未來、爭取真普選嘅決心。可惜中央政府同埋特區政府對於佢哋嘅合理要求視若無睹、充耳不聞。特首梁振英亦都拒絕同佢哋對話，更加動用防暴警察、胡椒噴霧、警棍、手扣等不必要嘅武力，去驅散、拘捕喺公民廣場嘅學生，並且拘捕咗包括咗學民思潮黃之鋒、學聯周永康、沈浩輝等13人。對於今次特區政府漠視香港學生嘅訴求，拒絕對話，更以武力對付手無寸鐵嘅學生同埋市民，引起衝突、矛盾同埋混亂不穩。我哋講家聯同埋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多倫多支援會同埋全球10幾個城市嘅社會團體喺度同聲予以強烈嘅譴責。我哋高度讚揚香港學生以主人翁嘅精神去掌握香港嘅未來。喺呢度，我哋緊嚴正地去警告中央政府同埋香港特區政府，我哋全世界都喺度密切注視住香港所發生嘅一切。我哋亦都喺度警告佢哋，唔好再繼續用武力去鎮壓，以和平非暴力形式去爭取香港人真普選嘅權利，否則國際社會將予以更強烈嘅譴責。最後，我哋亦都喺呢度呼籲香港所有仍然保持緘默嘅大多數香港嘅學生，以犧牲小我嘅形式已經站咗出嚟，去掌握香港嘅未來，守護學生，人人有責。我哋喺度緊呼籲香港所有嘅市民都可以齊齊站出嚟，聲援我哋所有嘅孩子同埋學生。喺呢度最後，我哋一齊嚟喊口號，好唔好？好。當獨裁成為事實，抗命就是義務，倡導和平香港，譴責警察暴力，守護學生，人人有責，還政於民，落實普選，世界正在看。